贱妇！你这个扫把星！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要休了你！你要休我？你凭什么休我？说到底，也是你先害的我！你还说？你还说？大吵大闹的，成何体统？祖母，江源不守妇道，勾引外男，我要休了他！陆良，明明是你为了一己私欲把我送给他，你现在反咬我一口！别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江雨儿失身给外男，还导致我们的孩子小产，这种女人不可再留！什么？孩子明明是你打我导致滑胎，孩子是你杀的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沦落到今天这地步，全都是你害的。江雨儿，我自问从未主动伤害过你分毫，你如今的下场，怨不得旁人。你把我推进陆良那个火坑，还说没有害我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还任由我嫁过去。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怕不是忘了，是你以为我上一世能封得告密是靠陆良，所以非要与我换嫁。你错得离谱。上一世他能封侯拜相，都靠我殚精竭虑、苦心经营。我的人生，无论哪一世，都是我一步一步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。你不过是占尽天机罢了。你赢了，当然可以高高在上说这些风凉话。可我不甘心，为什么2辈子我都要输得这么彻底？我们是姐妹，本应该相互扶持，可你呢？重活一世，竟联合那些曾经害你的人，田姨娘、冷月，甚至宁王。你处心积虑的算计我，恨不得我去死。如今这一切都是你种下的恶果，是你作茧自缚罢了。你胡说！是你抢走了我的契约，所以你才手中顺遂，我手中碰壁，过得如此凄惨。你总是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人，甚至荒唐的气运之说。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我和你从一开始就走了不同的路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。江玄耀，你回来！心比光温热，燃烧倔强的。你回来！腐朽还是心酸，冥冥中已有取舍。谁记得眼里最痛的底色？长恨着不如歌，三生曲折。忽然星河，跨越千山万水的沟壑，梦如火，命如歌。
女儿腹中的孩子，毕竟是我们陆家的子嗣。我想去一趟道观，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做一个超度法事，也算是对列祖列宗的一个交代吧。祖母，您也别太过伤心了，身体要紧。我这就安排人陪您一同去道观。好孩子。为什么成婚一事还是输给江雪莹？我没错，亏您了。我才不会输。9月，他消失了这么久，不回郡王府，却行色匆匆的去了精武坊。这个消息，宁王应该会很感兴趣。世子，又见面了。上月瘟疫，多谢您给的药，救了我的妻儿。告诉我，当年信阳关一役大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宁王掌管兵部多年，暗中大肆贪污。10年前，陆老将军被派往信阳关御敌，到了那边才发现，将士们的刀剑弓弩都是次品，军粮也是掺了沙子的粮食。我陆家军将士奋勇杀敌，最后却被你们这些蛀虫背后捅刀子，全军覆没。我是罪人。那宁王最后派人杀你，可是因为你手上有他贪腐的证据。是宁王借神器药行把贪腐之款伪造成药房营收，我有账本和往来书信为证。明日我上朝，把证据呈给圣上，你看好他，不要出任何差池。是。这超度法事做完，我的心终于踏实了。老身多谢道长。老太君客气了，到前面休息一下吧，顺便等一下世子妃。好，请。那您在此稍作休息，我们就告退了。好。去请徐太医。是，你去把世子找回来。
快去那边搜！世子，老太君已经醒了，但还是没找到夫人。世子，有人在后山发现了这个，我觉得可疑。或许有人假扮道场掳走了世子妃。后背有伤，难道是陆良？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果然是你！说，雪鹰在哪儿？大哥，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我怎么知道？畜生！伤害祖母，绑架兄嫂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告诉我，雪鹰在哪儿？如果不这么做，死的就是我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务必把江雪莹带回来，否则你这条贱命别想要了。他现在就在宁王府上，大哥猜猜看，宁王会对他做什么？世子，不可！万一是宁王故意设下的圈套，你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。这是我的腰牌，你即刻带着秦守义和账本进宫面圣，将宁王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一一呈到圣上面前。我们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，定要为陆家军沉冤昭雪。待事情办好之后，放信号弹告诉我。世子。醒了？绑我的是他。你这女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得让本王跟你来硬的。此前我那些手段，或许激怒了王爷，但王爷身边佳丽众多，您不就喜欢我这种桀骜难驯的性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不然，怎会让王爷另眼相看啊？如今我已任由您拿捏，您还非得绑着我？你这女人诡计多端，本王不得不服。怎么，王爷怕了？我还以为王爷胆识过人，除了王妃以外，天不怕地不怕呢。你还有脸说？这府上上下都是您的人，我肯定插翅难飞。您看，手都泪红了。王爷真是不懂怜香惜玉呢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本王在你身上吃的亏，今天晚上全都得讨回来。我的眼睛，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王爷，陆之相闯进院子。江雨儿，没想到你还是这般执迷不悟。陆良休我，江家厌我，除了投奔宁王，我还能去哪？难不成姐姐会收留我？与虎谋皮，终究会害了你。你少教训我了，你都自身难保啊！好，陆世子，你敢只身闯我宁王府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陆军相，给我放了他！凭什么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请你二人别想活着踏出我宁王府半步。我手上有你贪腐的证据，
你利用审计药行洗赃，贪污军饷的账本在我手上。你放了雪莹，我用账本给你。陆军行，这是能让陆家军洗清冤屈的证据，你不要冲动。我先杀了你，再拿你手中的账本，不是一样吗？与王爷斗了多次，若无任何准备，我怎敢闯下来？我已经告知了长公主，今日我们会来拜你。若我二人有任何不测，王爷觉得此事会轻易了结。这个账本如果呈到圣上案件，以陛下雷霆手段，定会彻查到底。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搭上自己全部的权势、财富，乃至身家性命吗？你敢威胁我？我今夜孤身前来，不过就是想与王爷做一个交易。你放了雪莹，我把账本给你，于你无损，于我有益，双赢之事。我相信王爷知道该怎么选择。我怎么知道你手中的证据是真是假？把账本给我！先放雪莹离开。好，我们同时交换。江云儿，去把账本拿过来。走吧，姐姐。先让他们两人出去。你竟敢反悔！你反复无常、阴险狡诈，我怎么敢轻易信？唯有确保雪莹安全，我才能将账本给你。好，让他们走。现在可以把账本给我了吗？竟敢打我！住嘴！陆军行，都杀了他，一个不留！快跑！
怎么样？疼不疼？啊！没事。陆君行，今天走不了了。陆君行，你果然有诈！宁王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圣上已全然知晓。你会为你所做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好，全都去死！给本王陪葬！我今日死了又如何？明日也会失去一切。陆君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愿与你生死相依。陆君行，阿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做噩梦吗？二夫人，世子呢？世子大概在金武坊陪着冷月姑娘吧。江玉儿呢？世子妃作恶多端，被世子休了，变怎么跟失忆了似的？难道因为被封了诰命，太保当先了？难道我又重生了？雪瑶。
上一世我们都死了，但我们都重生了。重生？对。你说，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，都是上一世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已经重生过一次了。二公子，你又回来了。世子，今夜亥时，我们进入方相见，我再慢慢和你解释。快走！不管哪一世，你都是我的爱人。公子，您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公子，你怎么在门外守着？里面有谁啊？夫人在做什么啊？公子，夫人呢？身体不适。公子，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二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让你的丫鬟在外面守着，白日炫映成何体统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萧雪莹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，你给我过来！相信我，晚上见。世子，您怎么脸色这么差？你准备一下，晚上随我去精武坊。需要为冷月姑娘准备礼物吗？是要准备一些，有些事我也需同她做个了断。是。等一下，帮我准备一块硬砖，越硬越好。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就因为她是世子，就迫不及待的想往上贴是吗？我滚！少说这些混账！好，刚成诰命夫人，就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好，那为夫今天就教教你，什么才是规矩。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我就要打你，不仅打你，我还要和你和离。和离？你就这么想去伺候陆君行？我偏不如你愿。我与你和离，是因为你这个人自私自利、卑鄙无耻。与你这种人共处一室，多一刻都让我感到恶心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我绝对不会如你们所愿，狗男女！还是不够硬啊！世子，您来了。老岳，我已知晓你并非是当年救我的人，我对你也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。明日你便离开玉城吧。
这些银钱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可是月儿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有人在您面前说了什么坏话？是我话说的不够清楚，你我之间早已缘尽。这些银钱是我能留给你的最后体面，不要再试图耍任何手段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到底为什么？世子，您总该给月儿一个解释。而死，这一世，我们需更小心应对。这一世的我还没有与宁王正面交锋过，我手上也没有能扳倒他的证据。我会派人尽快找到秦守义。宁王不知情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我们可以暗中谋划。陆良现在是他的人，受他重用。等解决你和离的事，宁王交给我想办法对付。他觊觎你已久，我不会再让你涉险。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，时空之下不一样。来来来，日头晃，人生长，且来听听陆府荒唐账。这陆良之妻江雪莹一眼看上了大哥陆君行，勾引献殷勤，把那世子迷得晕头又转向。雪莹不知廉耻呀！勾引君行，伦理忘，一眼相对，斜面掌，全然不顾陆良郎。大伙啊，说一件新鲜事儿。这件事儿啊，它就发生在陆府啊，这陆家的弟弟的媳妇儿啊。哎呀，谢师爷，咱们今天不做了。哎，收了吧，收了吧。
鸡蛋不响了，收了吧啊！一女子名节恶意编排，简直欺人太甚。你不要放在心上。百姓们就是为了凑个热闹，等有更新鲜的事情，这事儿就抛之脑后了。就算我们真有什么，凭什么把过错都让女人承担？男人只需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被原谅。况且我们事出有因。我都不在意，你这么生气啊？我就是听不得他们这么说你。这谣言一夜之间传遍于城。此事定是有人蓄意为之，想毁坏我的名声。让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，为你出口气。你不觉得这个行事风格和手段很熟悉吗？江雨儿，她不是被我休了吗？现在应该在江府吧？我得亲自去会会他。上一世我们只见他中箭倒地，不确定他是否死了。也许他也重生了。他也重生了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两个是特别的。他们故意传我们的事情，也并非全无用处。你是想借这个机会，借力打力，助你和离？知我者，是子也。脉象微弱，气血虚浮，确是昏迷之象。江雪莹，我的雨儿被休后一直昏迷不醒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是雨儿的姐姐，怎么做出这种事情？江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身为人妻不知检点，成何体统？让你脸上有光就是江家的好女儿，让你丢了颜面便是毁了整个江家。父亲可曾想过，你和江家的颜面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根本就无人在意。你怎么和你父亲说话的？孽障，反了你了！我如今是诰命夫人，江大人莫要介意。小娘，父亲，你们可别忘了，如今的我不会再任由你们拿捏。小二，二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冷月，你不是我大哥的人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信诸烦闷，如今世子和江雪莹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你我二人可真是同病相怜。你不过是一个外室，谁跟你同病相怜？所以我才更为二公子您不值。您难道就不想出了这口恶气，好好报复他们一番？你有什么计划？这就需要二公子的配合了。坐实他们的丑事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？坐实他们的丑事，我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笑柄。可他们二人之事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也并非空穴来风。若是将来你们和离，你手中总该握着点把柄。我还要和你和离。况且，这江雪莹才封了诰命，就与世子安通款曲。若真让他们成了，一个世子，一个诰命，你在这府中可还有立足之地？
二公子还是要早做打算啊。对啊，祖母最在乎陆家颜面，若是真坐实了他们的丑事，江雪莹往后在府里就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具体怎么做，听我安排。好。夫人您吃。我不想吃，你吃吧。二夫人，这是二公子出门前嘱咐我交给您的。知道了。陆良约我今日戌时金吾坊相见，详谈和离之事。我还没收拾他呢，他倒是按捺不住了。夫人为何这样说？万一他是诚心想谈和离呢？要想谈，什么地方不能谈？非要去金吾坊这种地方谈？看来这次又想毁我清白，做一些下作把戏了。这您都能知道啊？心术不正之人，翻来覆去不就那几个手段，我都应付烦了。世子，查清楚了，您和二夫人的传言，您和江姑娘的传言是冷月的丫鬟珠儿传出去的。茶楼和皮影戏的老板都收了他的银子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世子，我家小姐说临走前有些东西要归还给世子，还请世子去雅见一见。世子，你我多年情分，你怎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赶我走？你不是说今日有东西要还我吗？玉佩给我。这玉佩我从来……这铃铛很是熟悉。世子可是喜欢？这便是你的招数？先用催情香害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再把雪莹骗过来，侮我二人苟且，再叫人来捉奸是吗？世子，你怎会这样想？月儿，这香炉里面有什么？报官一验便知。谋害世子，你可担当得起？世子，你怎会突然如此狠心对月儿？难道我们此前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你别再演戏了。你四处散播我和雪莹的谣言，又用催情香害我，现如今失手，是不是又要用易容术去陷害雪莹啊？易容术，这个你也知道？你的每一步算计我都能预料到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九月，把他送走，此生不得再踏入余城半步。世子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有些事还好你尚未完成，否则你连命都会丢掉。何人？陆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人家想你了，便来寻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你让人家来的吗？陆郎，这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你要休了江雪莹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你身边？你这个小狼蹄子，看我怎么
么收拾你？催情香应该起作用了。世子，世子，嬷嬷怎么也有雅兴来五方了？世子，恕老身多嘴，你与二夫人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怎么还敢来金武坊与他私会？嬷嬷这话我可听不懂了，我何时与二夫人私会了？二公子已经告知老太君，说你在此处约了江雪凝，老太君念着世子的面子，这才只叫老身来处理。哎，世子得罪了。嬷嬷，哎，哟，哎，堂弟来五方私会，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啊？哎呦，好戏看了！流言不会就是他自己传出来的？怎么吓死？太下作呀！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陆良有一个相好叫燕娘子，若是让他知晓陆良因这传闻要与我和离，他定然觉得自己有了机会。到时你将冷月害你的催情香给陆良点上。祖母，刚刚孔嬷嬷亲眼所见，陆良在金武坊与那青楼女子肆意妄为。你故意设计整我是不是？我今日未曾出门，何来设计？这约我去金武坊的字条是你给的，你又让孔嬷嬷带人过去，不就是想诬陷我与世子吗？祖母，夫妻之间恶意算计，让我这日子怎么过下去？求祖母开恩，我要与他和离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雪莹啊，两儿现在仕途正旺，你也刚被封了诰命夫人，这个时候和离，岂不是折损颜面吗？祖母，他公然与五方青楼女子厮混，如此行径，又何曾将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？又何曾顾念过陆家的颜面？你跟陆军行的事传得满城风雨，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。祖母，如今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，蓄意抹黑我与世子有染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求祖母同意我与他和离。良儿做的是过分，莫不如你给良儿一个机会，我定会好好罚他。陆良啊，你欠本王的东西，可是忘了？王爷，陆良不敢。这朝中有才之人如过江之鲫，凭什么你能在1年内连升3级？王爷，陆良能有今日，全靠王爷提拔。既然知道，你可是答应过本王，只要我助你上位，你就将夫人送与我享乐。是。人呢？江雪莹呢？王爷，江雪莹近来性情大变，不仅要与我和离，还与那陆军行。我要的不是解释，神，懂吗？本王可没那么多耐心。是。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江雪莹呢？
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江雪莹，站住！你不是要跟我和离吗？走，跟我回屋说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要回屋说，就在这儿说吧。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立刻给你签休书。休书不行，我说的很清楚，我要的是和离书。你不要太过分。陆良，是你在和我谈条件，不是我在求你。行，和离书。明日跟我去参加一个宴席，只要你乖乖配合，宴席过后我立马签和离书，绝不食言。让我猜猜，这宴席是在宁王府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宴席只是掩人耳目，实则是想把我送给宁王攀高枝，对不对？闭嘴！你疯了你！闭嘴！我太了解你了，你那点所谓的才华，不过是在我帮衬下勉强拼凑出来的笑话。人前装模作样，实则好赌又好色。你除了一身的臭毛病，还会干什么？这个贱人，反了你了！你如今拥有的一切，不过是靠着攀附宁王得来的。你就是宁王身边的一条狗，为了讨好主人，不惜将自己的妻子送到他的床榻上，真令人感到恶心。他是怎么知道我计划的？哪里走漏了消息？要不然我们也用他们的办法，直接把陆良抓过来，逼着他按手印把和离书签了。他若敢不签，直接宰了他。怎么，重生一次，性情变得如此急躁了？你是我夫人，现在却顶着陆良妻子的名号，还屡屡被他欺负，你说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？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啊？他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不足为惧的。只不过如今看来，宁王怕是要有所行动。上一世他为了得到你，用尽了卑鄙手段，保不齐这回要利用陆良，或者找什么其他理由来害你。我必须要让你尽快和离。好啊你，
我打算把它送给一位贵人。把他送到别人床上，二公子还真是好手段。诰命夫人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，让他从云端跌至泥沼，这种屈辱确实够他受的。你有办法？有。不过，作为交换条件，你要亲自将我引荐给这位贵人。哦，你倒是聪明，知道往上爬。如今我被世子休了，被娘家嫌弃，我走投无路，总得找个贵人依附，为自己谋条出路。你这姿色，说不定贵人真的会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祖母，雪莹嫁与陆良受尽委屈，孙儿于心不忍，希望祖母能够同意雪莹和离。望祖母成全。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？她是你弟妹呀！你若真在意她，便不该这样毁她名节。名节重要，还是雪莹的幸福重要？难道就为了所谓的名节，为了陆家的颜面，就要让雪莹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、牺牲一辈子吗？你放肆！身为世子，你竟然做出如此败坏郡王府门风之事！只要祖母同意雪莹和离，孙儿可以不做这个世子。你说什么？孙儿愿将爵位让给宗族其他子嗣，均行此生，只要雪莹一人。你糊涂啊！你若不是世子，身无长物，难道你觉得他还会跟随你吗？他会的。我与雪莹生死与共，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。真看不出来大哥是如此深情之人，只不过这深情竟然是用在我夫人身上。你根本配不上。我有功名在身，大哥不过是有个世子的名号，你就配得上了？少说两句吧。你们两个堂兄弟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闹成这样，简直是让外人看我们郡王府的笑话。祖母所言甚是，我乃陆家子嗣，理应顾全大局。既然兄长如此执念，我愿意与江雪莹和离，成全她。只不过，说，我有一个条件。